受大霧天氣影響，來往本澳同香港嘅海上航班下晝2點起陸續取消，大批旅客滯留喺港澳碼頭，買咗飛嘅旅客可以獲得退票。而新渡輪就喺大霧之下喺5點鐘開出停航之後，第一班往香港嘅航班。黃彩晶報道。喺港澳碼頭，售票處顯示出延遲開航嘅指示，大批旅客排隊詢問情況。3點啊？預先買咗飛嘅旅客可以選擇退票。買咗飛㗎啦？買咗嘅係啊。咁而家佢點同你講啊？佢話未知幾時開得，咁就直住要等到佢開得先知道啦。咁你買咗幾點飛啊？我買咗6點。咁如果開唔到嘅，咁會點啊？到時先算啦。會唔會退飛俾你啊？佢話會咁而買咗飛又唔想退嘅，可以先入候船室等，但係要等幾耐就冇人知。嗱，你入到去咧就喺裏邊等。如果係咧有位嘅咧，咁你落咗去啦，係嘛？即係攞咗位嘅咧，到有船開嘅咧，咁你就落船，跟住開得船。咁如果等到凌晨都未開船，我咪都係要喺度等。咁都唔會等到咁耐嘅，而家俾你入去咧，唔會等到凌晨嘅。你而家你5點鐘飛嚟㗎嘛，你可以入去或者等1-2個鐘頭啊，3個鐘頭啊，都 OK 㗎啦，都唔會話等到半夜嘅。咁我知道最耐等3個鐘啊？唔係。你話最多2-3個鐘啊嘛？我話唔知，大約等2-3個鐘，等幾個鐘我唔知㗎嘛，大約㗎嘛，係咪？唔該曬你。亂啦，認為佢咁安排。咁問咗法啦，你好簡單㗎，你呢度就咁多人積留喺度，上面呢觀眾打住按胎喎，實際上唔係啊嘛，你前面嗰班人都未升到出嚟。由於大霧關係，下晝2點鐘起，2間船公司分別停止所有往來澳門、香港、蛇口同深圳嘅航班。順德公司只係賣凌晨3點鐘之後嘅飛，而新渡輪就喺5點鐘嘅時候開出停航之後第一班去